认识老母娘天上帝是否存在天。古人认为天是有情感能思想的存在者。孔子说过，或罪于天，无所导也。所作所为得罪了上天，有违天理，那么祈祷再多也是没有用的。予所否者，天厌之，天厌之，做了违背良心的事情，上天就会唾弃我为乎。为天为大，伟大啊！只有天最高大天。孔子